用啥咩还是要推火啊？哇，很过动态哦，过动忙哦。看到副管就会扶，就叫坤老师跟我知道按10稳，我也需要退火。露着大腿。啊，干嘛露大腿？我卖的是那个珍珠奶茶，不是卖波霸奶茶。出头愈来愈济啊！出头。要感觉进边进去关。食材料理王，慢你来做王。哎，今本日亚洲单元係乜嘅咧？菜梯後面是要介紹當道好食嘅料理哦。介紹牙片嘅。哦裏邊分樣中曲奇。哎，曲奇子，揾呀。曲奇子喺哪邊？喺內湖。內湖就到台北天。台北啊，一單就內湖人，台北人係。咩啲條分？啊，咪頭婚人啊？我咩條婚咧？按度好。古上係加到台北來，係嘛？係。好，基本一分樣來哦。平常是有煮菜啦限得住。冇買唔得咯。既然有見過呀，但係本人嚟嘅來嘅啊。係啊，平遙啊，平遙啦，平義氣，本要陷害。係啊，安尼平遙冇夠。今日有見咩解藥啊？嚇，來，那邊的避免咋？避免300哦。邱淑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邱淑玉。今日曲奇子嘅對手係避免700送肉子哦。看起來一場比賽已精彩哦，又會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咧？大家嚟看下去哦。今日準備要贏700吧啊！希望冇聽錯過，入煮菜東西當然講，有陣時。唔過幾日本朋友開落來啦。係啊，有陣時要看廚到乜嘅幫手。後來一下還意會不過來。哎嘛，你不用去議會啊，你可以去立法院。哦，你好意會你。啊，很冷嗎？哦，來，看看接下來你嘅主廚。就是小波啦，阿郎哥。哎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小波郎，新竹5萬人，客家貴人主廚，多廚藝嘅20人呢，請為做嘅係變化傳統料理。哎，你嘅屬於楊300。哦，今本日呢，出乜嘅題目？菜梯後面是今日啊，準備嘅係苦瓜。苦瓜，不然像我看那個台菜後生某一吃苦瓜。你要吃的苦中苦啊。咩？佢啊，老虎啊，就生肉，肉食性動物。誒，從嗰就學苦瓜，苦瓜當好誒，纖維質。那一模上頭誒，推火呀。啊，腿火有纖維質咪當好啊。模上頭誒。對啦。有白玉苦瓜，還有山苦瓜，山苦瓜好食啦，山苦瓜冇。該連籽落去食，當好食，當腿。偏愛連籽，剛才偏愛。唔講啥咩係是要推火啊？哇，很過動態哦，過動忙哦，都忙哦，沒有上癮的。我是年輕人，人家講小鮮肉，那小鮮肉陰地啊苦瓜。對，小鮮肉通常都是別人說的，有人講這個係小鮮肉。對啊，看到有小鮮肉咧，就哎呀現創啦啊，該整件小鮮肉。對。好，今日有苦瓜做得冇？豬膏有豬膏。有食過就好啦。有食有豬膏後生苦瓜。今日用細細來出小幫手。小幫手群們。哎，看出到慢人係助理哦，就係用啥聽聽啦。哦，也就做我們的廚啊。來，阿郎過來。有冇出到機哦？我用講啊，我用講，其實係壓啲咩動態咧？來，強健來，剪刀手不，哎，好，來，馬上。好。有沒有可能呢？連線哦，連4拉4呢？連4拉4。哦，沒有哎。哎，連出有好太有眼嘞哈！哎呀，要怎麼說呢？唔是講，唔是講帥哥，這是天意我有心情啊。好，好，這樣誒，助理出後誒，你細細來看比賽。食材料理王，菜梯後面是比賽規則，大禮拜有師傅出題，
参赛者要做出一出同主题有关的料理来比赛。料理做好以后，师傅主持人吃食同评分，两个人就做得参加下礼拜比赛。连续避免50位来宾，就做得得到当奖的宝贝哦。哦，Q 记子，老太家介绍一下呀，个菜係乜嘅？哦，今日我嚟做沖繩苦瓜，哦，來迄味啊，地都用日本面咯。較苦啦，那慶獎呢？真的哦。這副官你不要慶獎的慶父啊。係唔係石木做的用鹽老油？嗰個但唔係冇聽講嘅東西嗬，係冇標。啊腐。銀行太廚師嘅講法啦。因為講講，其實啊，該腐那該弄來刮體就做得嚟啦。那個烚的其實烚的底部係用油啊、湯啊，一啲嘅鹽安是做得嚟。哦，其實一啲啲嘅腐瓜佢本身是為腐啊，唔會腐是奇怪咧。係真嘅誒，有上成係哦，撞到跳槍裏啊，唔會腐啊。緊做啦，緊做哈。朋友啊，識到嚟講，一副瓜唔好食，冇米線冇腐啊。就違背它是苦瓜了。對啊，那叫甜瓜就好了。奇怪，人家明明是苦瓜，為什麼要把它當蘋果吃嘞？對咩？西瓜吃起來不吸的話就不西瓜了嘛。甜粥啊，好，拿住啊。哎呀，哎，今日我做親人的切豆腐。其實哦，你見切人安尼講，用埋按到沖繩苦瓜。其實哦，Okinawa嘅緯度啊，到台灣同樣，佢有蓮霧，佢沒有苦瓜，沒有冬瓜，春情有。可是因台灣人係甜，佢係冇人甜。哦。因為我哋飯店去啊，要撈，佢哋 Okinawa 合作做假年嘅美食展啊。哦。你一出我未會做，無所謂。你要注意哦。哦。佢愛用個位哦。佢愛用嘅用嚟阿卡米索，係刺味噌。刺味噌。沖繩刺味噌啊！樣哦，唔過係見面冇看到味噌呢。哇，嚇做乜？我幾可能又被總係做翻啦。清酒啊，沒有柴魚片啊。先講咧，有腐誒，因為嗰兩個唔會腐係嘛？來，去除苦味，小幫手2號來做，好。但是啊，小師團未講唔好啦，但是有些東西，某一些東西放一點點，就是一點點嘛。哎。你睇食嘅東西吼，係唔好啦，你係少年病咧。係啊，就講豆腐卡斯、卡斯哈。實用的沒講冇，差唔多。實用，你用應該實用係工業用嘅。沒有，你買係實用的。我做嘛其他無用啊，就用係內行嘅。好了，我來前切片。切幫你切片。苦瓜通過啊。用嚟熱隻哦，你嚟刮下腸裏哦，你過兩了先給我那樣。我先要我聽講，你唔會腐嘅，你一批吼，你一啲啲咧，你一殺過，我先要條條最好吃。做啊，做啊，哎用做過呀。哦，其實哦，你喺當季嘅食材哦，春節好，你係講養出來嘅時節是把它腐啦。記住完全哦，就切㗎，行切㗎。黑毛。看到腐瓜就會腐，就像。可能係跟我只是按時會，我先講定收嘅。當上盤啊！好。這個切，來，喲，是這邊哦，而且有點痛哦，痛有嗎？有，而且一盤呢，切泡會還好吧？沒有痛，用切嘛，斜切嘛，係啊，哎，切切，哎，用切就會，對，斜切嘛，不是，那你切咯，對盤呢，按住嘛，跳泡，按住嘛，對啦，按住啊，做的。佢咩嘢片用嘅係長色嘅，用嘅係白色嘅。有一啲啲。長色係硬。硬。哦，口感係硬。誒，而家邊嘅香油。係。其實啊，當然是就按照白玉苦瓜啦。我係切個好少用嘅長色嘅呢。就唔會腐咧。你做乜㗎？你苦到切㗎呢？我也需要退貨。我原來係呢。我聽過嘛？係。你就係白玉苦瓜啊，你切一條一條殺過，油甜鹽係嘛？它好炒。係。你用白玉苦瓜殺過啊，像四川口味用嘅麻辣一點，麻辣醬淋上去啊，跟牛肉麵涼拌嘅，我用濃厚色的，好冇？阿布卡就清簡單咧，金沙苦瓜。哦，金沙苦瓜，莫西充血，做嘛？個含量個膽固醇很高。唔怕啊，我要運動啊。誒，virus 其實
这也没好吃啦。嘿啦，该动向。我们小虎懂厉害啊！哎，关的咩？对啊，要做好关的他。每一届都是训练第一名的，倒数啊。反正都第一名，抹茶啦，冇茶很。有进步的空间。你做少少多啲，你講魚茶有冇茶？我講竹筍炒肉絲，唔係講燒，这边二炒嘛，愛炒。因为平常是，豆腐卡有煮嘛，上司有煮上司。要簡單嚟搞本啊！你咩咧青口米淋上去？要搞本，有点像亲搞本。子冻饭样，对吧？哦。哎，那我看平常哈对是懂，算是轻食的。啊！看下小幫手幾強嘅，天天就發現一隻亂學。哎呦，去给他讲啊，这不符合人际沟通的一个条件，不能点点。哦，點樣？啊，點就有餅睇。哎，压存3分钟。是咁多。有抄，風扇表，風扇表有乜人唔乜夾噃？唔會嗬。加嘅麻干肉，牛肉，梅花肉。哇，哎呦，这有香的呀！哎，有模有样，就是铁板炒肉的感覺嘅。鐵板肉，香啊！好，對香啊！好，很有慢。好，然後我把豆腐，豆腐这里啊，豆腐、紅蘿蔔咧，紅蘿蔔咧、副瓜，哎嘛，副瓜選都冇。副瓜有冇？冇，請選擇。這個，這個對，我極少出手的。因為要看冇熟啊。每一啥講一樣啊。我其實唔知道不用迷失了那樣。方向。人生就這樣。冇啦，看平常啊，你的像那胡蘿蔔料是瓦乌卡是真的是比較西式的啦。哦，你們吃的比較西式。對，所以生吃瓦烏卡那平常沒做到當。漢的東西不炸，大部分就這樣生吃強那種強這個清淡呐。哦，全部用湯的啦。啊，用對，燙青菜然後抹住油，標一下，然後豆腐，豆腐挑啲人數學。亂青後，苦瓜苦瓜，哎，過來，哎。苦瓜放上去，啊，清酒哎，出啲的水好嘛？啲水清酒清酒，啊，開火。有。爆嘞，有爆油它太猛，啊，這個特有唔啦，還有哦，啊啪啪啊，然後呢就加這假。嘅普通醬油，OK，好笨哈。然後就當香。哦。好幫手，料理的溝通也很重要。這樣啊哈。啊試看下嘛。兒子幹嘛？我買個啊，這有啊。用這個，係冇香啊。沒，就愛用試種的啦。這有啊。我要給呢。這隻有啲米來啊，佢條講要冇用過。我講呀。讓啊。講三遍嘞。台灣最後款的節目吧。哦。哎，什麼名啊？因為我講嘅都跟 pub 做過些嘛，夜店。夜店。這有啊。我要給呢。這隻有啲米來啊，佢條講要冇用過。你啊，煮出來聽說冇結結實實的，看幾天。哦，有一種精美神的方法。唔會鹹，唔會鹹。加鹽，有啲的甜，乜甜款嚟喎？唔會加，我咩飲款嚟哦？加嘅咪變係。加鹽，我加鹽。一啲的，講三遍嘞。一啲的鹽，冇料痛甜理，的溝通很重要吧？你做的冇痛鹹。我是吃都差不多了。差唔多誒，我說好。然後 no， 好，這個溝通是很重要的啊。來，
来，火不能小哦，现在要打上去。冲绳的感觉来了啊！来，好嘞，火候的关嘞。小虎要借机练 muscle。这个啦，啊，我做得当然啊，来記啦，对啊，你睇冇得咁面睇啦。哦，有松母，松啊，讲母松哦，冇數啦，乜嘅東西冇收？卵啊，亂叫都唔知數唔怕唔怕。亂唔知數，親子丼飯咧亂本來就有上時係用熟咯，香酥唔好食。你啲好糊嘅，也係它比較薄的。合撲啊，哇！哦，堅持全部標睇啊！好，哦，得咗，按照它上啊，得咗。掉起來然後姜條個雞手100，廿個菜on 都乜嘅名嘅。我今日做的係沖繩苦瓜料理。哦，也好多捱到做咧，淑玉姐，係老太家個雞手100，廿個菜on 都乜嘅。來菜很多，霜降喜樂瓜，是嚟會快樂嘅喲。呀，有快樂系列啊！還有快樂系列，哦，快樂系列。而家用細細粒來做哈，嘿，雙醬喜樂瓜我係。現做呀呀，對好，我來切呀。就我用白衣苦瓜，誒，有冇嗌咱做，用下煮出來哈？嘿，天咧切咧全部就會酸嘅，酸嘅，剛好用酸的3P 就按用誒。誒，練我的刀工就超嘅。全部切菜哈，是一起煮吼，都來煮吼，大白煮誒，安尼煮。所以你嘿做冷盤也係做炸後背愛炸，用安尼用泡啊米皮，用安尼越南米皮去炸。哦，這也是創意，哎呀，對有試過，我冇試過，我這個，上誒，有食過，我有做過，做會按試過，後檔。做會試過誒。哎呀，按叫報名了，瞬間做本一路講先，一路講，冇就夠做咧。啊，可能還有評論，哦，還有評論還在，他還在。必須得有束腰的，把它束起來。長肉沒關係，哦，長肉沒關係。也不錯啊，按表例按變化吼，讓家庭哦也可以不用一種樂趣啊，樂趣。哎呦，我為了來做節目吼，哎我就明日真想愛做馬嘅有冇？哎，結果啊，我出到我真鋪嘅呢，我即刻講，哦，沒哎呀，做出興趣來哈，做出一個樣度，我想講啊，像安尼苦瓜嘅吼條，哎呀，副果那邊喜樂瓜。哎呀，吃了會笑啊。最主要你係你送你啊，實在料理王是台灣最好看嘅節目吧？哦，哎，什麼名啊？是要人啊，自己有冇便宜？你還沒有全部切菜，唔是很多，因為怕你來就一點點的，因為它不要那樣嘞。 1:1:1啊。怕，哎，呢個喺台灣已經當好咧，叫提前插吼。蒜頭提前插，辣椒順前。有這就從這樣用的從意式料理，哎呀哦，它的那個羅勒啊，羅勒啊迷迭香啊迷迭香，巴西里啊，講要調味要調嘛該，好，安尼調油，看唔出來，你用喜樂瓜還有皮蛋，哎呀，又有土雞素、檸檬、哎呦，蜂蜜啊。呢個我用你嘛泡嘅，該，來調油，它有按豆啊，唔係阿爺來浸波呀，啊吃，五常吃。給要切開來不容易皮哈，哎炒啊，就對半切啊，該不用去。好好好，也有湯匙，哎，那底度會膨脹啦哈，蜂蜜，
要捧糖，不纯弹头要冰落去，你冰落去炸，要苦瓜，没看唔出。人家冰一头粒，用2粒好吗？这样很而且用哎，你要做嘛干？没有，我要放进去，等一下一起放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做那个，我做这个。好，要煎苦瓜啊！稍微安尼怎讲，煎入来哈，伊比国上苦瓜如果我们按哦，国上一些。第三遍呢，佢哋係擘嘅步數寸前咪出來，平常時冇用嘅，平常时冇用。唔敢用嘅。哦，到底是幫了他，還是害了他呢？那用拉嘛？来，椒椒啊，椒椒椒啊！檸檬做幾多片？荷蘭水都出來了。哎呀，没哈。你要冰一头的啦。哎，拉什麼？冰半粒嘅哦。有够了，可能。而且是可能。叫錄到啊其！實唔係啦，嘅冬天蜂蜜嘅凍湯，蜂蜜檸檬。用愛用的方式當防片啊，不是膠，你看。哦，你係知識是第一，你開始又買珍珠奶茶。摇奶哎，有沒有底？哦，落一派哦。露着大腿。哎，幹嘛露大腿？我賣的是那個珍珠奶茶，不是賣波霸奶茶。呀，雞排妹同埋奶茶妹。準7分鐘誒嘛。然後咧，按嚟。有冇啊？哦，有咩？要先切嘛。蛋黃係冇？蛋黃係，大概切。少。會踢。要按亂網啊，鹹蛋黃，油用嘅靠上先靠高。好，啊，你這個鹹蛋黃要怎麼弄？我要切一下，要切一下，這樣讓切，要唔該幫唔該啷個切啦？按手。唔會少，唔會少，應該唔會少。唔會少。哦，啊，要一條要一朵呀，唔好笑，要一朵呀，我要一朵呀，先2顆好了。先2顆。因為我們要調味嘛，該用知名的酥炸粉，酥炸粉，知名字很奇怪的。氣死，幹嘛？氣死酥炸粉，我不知道。出頭路來路賊啊！出頭。要感覺見邊見奇怪嘅，你係世界冇一道哦，吼。你要水然咯，後我水要來片好嘛？來片。都要水落去啦。重的不用還。哎呀呢，它薏米皮是這樣子的，是這樣子，安尼泡水嘛哈，伊嘛送不軟迄個，伊嘛送軟迄個都做得飽。好夾夾哦，哎，夾時間會唔拉哈？好，鹹蛋苦瓜，對，我們以前那個要皮蛋苦瓜，做的是功夫菜啊亂放，嫩嘛，就安尼。要敷什麼呀？我咧。哎呦，你有小鹽度，媽，不會，我有試過了，姐姐有試過。叫做用糯米皮。緊張啊，緊張啊，緊張。喺火可能係掹掉，因為啲東西算係熟嘅。做嘅。哦，還有哈，上色，顏色。再一個。你有冇想到用酥炸粉哦？平常煮菜就用酥炸粉，也現在學來嘅。下擺啊，個時用炸。哦，你當時永遠都冇考過用酥炸粉。有啊，一般都我係鋪水晶魚為用，水晶魚，對，水晶魚下酒好朋友啊，很漂亮的。剛才嘅曲奇子有講到，係咪要少用炸嘅嗬，全部用水煮哦。普通也不開油，應該冰到快，唔係煮出嚟嗬。 Costco 一桶可以用半年，用它。哇，我看油啊，
古时候冇买都挑台通啊。对啊，买这种对，他们用那张买。一个好台通它便宜。不是 Costco 那个什么橄榄油那种，红炸橄榄我都就用那种，然后。呀，哈，因为家庭说的哈少，有说的哈少，买水果呢，是台张买，哎用哈起。因为什么瓜冇腐呢吼？我说嘛，有时候摆当腐的啊，面就摆迄个，用是那种炸甜拌一样的。腐瓜嘛，佢腐啊，它係會略個腐，一點點芡，其實會黏到當背，佢會甜甜帶啲啲腐。存到3升呢，我。OK， 那个应该有熟的。熟一點又熟啊，跟最近熟嘅東西。熟的啦。不是要让它上色，酥黄颜色，那就抹上色为金黄色体。对啊，它不会很那个，它只会金黄色。这个可以了。按用个色做的嘛？做的嘞，按用个摆盘。啊，你搞切口来摆嘛？还是知道讲用冇用嘅用无色的盘嘞？无色的盘嘞，啊，挑有无色嘞。没啊，问题有个菜白色嘞。哎，考虑个叫。安尼啊？哎呀，唔怕啊，这个是最后淋上去，没有蘸酱。喜乐瓜，喜乐瓜吃了，而且它是嘞，底部安尼苦瓜哈，安尼苦瓜哎，安尼刚刚有水分啊，会喷汁哦。哦。可以啊。哎，也黑矮州哎，双酱喜乐瓜。哦，两味这菜煮好嘞，还冒烟，你看看。佢家講嘅冇濃煙啊，我係古手啊，你一定下用啲雪，真係雪啊，沖繩先苦後甘哈。对。要可以它腐。呀，可能要用銅匙也有這樣做的。順便來一這是點。挑夫哦。夾不到嘛？夾不到吧？夾，哎，剛吃台灣都用這個嘢。哎，這邊，空的哪片？嗰行有挑夫嘞，哇！這邊皮料凍到，看啊，苦瓜、青蔥葉喂，根本嘅主角。有腐嘛？應該當腐，唔係，唔係啊，唔係腐，真嘅咯？唔係冇變係哦。鹹甜甜。真的。一洗了就唔會腐。泡菜有按用切到度好，按用嘅厚度，其實它湯泡啊冇口感。點邊什麼瓜冇腐呢？嗬。我想問有時候擺當腐嘅呀，面就擺起嚟。嗰種腐魚都冇好啊。咩外面煮嘅？外面煮咗先，一落咗。佢天朝係冇小幫手冇做好。咩？這個雙魚絲餅冇小幫手，即刻煮。哎，這個冇腐。唔會腐。我有點酒香，殺氣的香味。當用嘅拌麵啊，因為有這樣嘅柴魚，啊，所以有這樣嘅都有清酒。好嚟。哦，哇，也係喜樂瓜。我本乜嘅？本都得。你任君挑選。選擇。夾不到嘛？哦。喜樂瓜。我用伊咧在家哈，我用來洗桶子啊。哦，按用沒做得啦，安尼嘛係，安尼咪用做得。其實係較好奇哈，係百香果蜂蜜，就是拿不一樣。好，哎，有進步對。很難想象哈，會有喜樂嘛？這個他們快樂嘛？會哦，會快樂哦。哦，好肥哦！用是像炸甜拌一樣的。太細。啊？炸甜拌咩咧？我剛剛講，是用炸甜拌。炸時間就用炸甜拌。係啊，這沒用炸甜拌咧。誒，有腐嘛？呀，它冇腐哦。係啊，所以唔出腐面。冇腐面啊。哦。因為嘅生意嚟講腐嘛。
阿龍哥有答案呢啊！加油，實實像阿龍哥了，看徛牌可能基本嘢慢嘅，有禮貌。來恭喜！哎呀！哎呀！恭喜恭喜！哇塞！哎呀，連過4關了耶！真的？為什麼？其實哦，我不是很喜歡這個。不喜歡為什麼？為什麼選它啊？其實哦，倆步驟太多了，步驟太多了。其實它是很清爽，它就是該後背哈，有下趕的時間哦，你可能沒有拿捏，配好，可是哦，它有抓住一個重點。浮掛為浮啊，伊用餡卵啊，餡卵就是剛才皮蛋哦，有餡卵棒哦，月姐講的金沙苦瓜，它剛好可以很 match，然後還有現在人兩下人啊，寫啦控鉗啊，因為百香果也係用傳統的蒜蓉醬啊，所以說我個人覺得，來為下分下中醫，你要用來做法啦，了。唯一點點的缺點，醃肉啊，你要用嘅蒜頭來切油啊，不是切片啊，你唔會入面啊，唔會入，記得吧？你是切片啊，I看你切很多嘅用蒜頭應該會入面，我跳切嘅用嘅豬肉啊，你冇入面，應該要用嘅用肉片啊，你做啲先來撩出來，用烚嘅時間。烚好，苦瓜烚好，韓國咧用嘅，因為豆腐啊冇入面啊，烚下椒豆，烚下椒豆，個水米豬肉讓放落去，回一下。韓國嘅春天，你做貴王嘛，你放一啲啲嘅時候咧，唔好放太多吼，還冇看。你要食，你學要食豆腐啊，也係食嗰樣嘅苦瓜，可能撈豆腐唔難睇啦，韓國你做得夠一點點的芡，因為苦瓜嘛，佢浮啊，還係會略嘅浮，一點點芡，其實會黏到當背，佢會甜甜帶啲啲浮，佢做法咪有一點點修正，過來吃會還好啦。非常讚哈！謝謝。做好以後，同阿龍哥一樣，讓我們的字典厲害。因為老爺出菜啊，個精神有進步，有進步又提升了，非常讚。你啊最重要啊，其實哦，你做的專業啊，用嘅冇阿卡米索赤味噌，用白味噌啊，加啲的味噌啊，很好食。味噌它就是鹹甜用個風頭吸進去，機會 keep 嘅用嘅腐，它會把那個苦味啊去除掉。綜合一下。正統的做法是用赤味噌。好，這樣用恭喜啊哈，又存一罐了哈。什麼你嘅曲奇子？謝謝，好玩。希望下年多過來，好嘛？好，這樣兩位煮好嘅來看阿龍哥煮乜嘢？食嘅料理來看主廚好食下。